這裡是食管局大草皮，那是我小時候成長的地方。我们以前爸爸媽媽就是常常會帶我們來野餐，媽媽會準備好吃的一些野餐的小東西、食物、餅乾啊這些，然後爸爸會帶着我們一起打羽球、玩飛盤。然後我之前也是常常帶我的女兒來這邊跑跑跳跳，那我女兒也是蠻喜歡玩飛盤的，然後她也喜歡放風箏。這邊的環境剛好就是可以，就是讓孩子可以很奔放的地方。有一段時間没来了，因為工作比較忙，所以就是比較沒有常常來那個食管局的大草皮。當然來到這邊都會覺得讓自己的心情很放鬆、很開心。這裡是我以前小時候的家，歡迎大家來參觀。以前我小時候的家呢，不是這個樣子，現在是比較現代化的一個別墅。但我小時候的那個家，大概會是一個3合院的一個形式。那這位是我的啟蒙老師，他叫做曾宗浩爺爺。那曾宗浩爺爺的國畫、油畫非常厲害。那我之前是跟他學習。畫畫和創作對我來說是人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興趣。常常有時候人生總是會遇到挫折，可是我覺得能夠透過畫畫來做一些抒壓，然後讓自己的情緒能夠表達在畫中，甚至我可以在繪畫的世界裡面找到一個平靜安穩的心情。首先，我也想要先感謝我的家人，就是我的爸爸媽媽，還有我的家人，我的先生、我的女兒、我的姐姐，還有弟弟，他們都是我最棒的支持者。那我想要分享一個，就是我自己的個人的一個創作。這一幅畫呢，就是今年大概2月、3月左右的時候，有在法國巴黎的一個藝廊做展覽。這幅畫的名稱叫做《向太陽和愛舉杯》。這隻小鳥，我希望可以帶給大家的感覺，就是小女孩坐在上面，她好像就是可以在漂亮的一個荷花池裡面，就是看着太陽，然後讓她覺得很自在的，就是在這邊休息，或者是說可以很自在的，她想要起飛，她也可以飛起來。那聖經當中有一句萬事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。我很感謝主，就是帶領我成為基督徒這條路。也許我們現在當下遇到的困難，看似真的是非常的過不去，可是在主裡面，有時候困難的背後是一個祝福。人生當中一定會有挫折，可是在這挫折當中，我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你自己，上帝終究會帶你走上最美好的道路。